宇宙之中有一位自有永有、全能全知嘅獨一真神，佢係萬物嘅源頭同埋生命嘅主宰。佢創造人類，讓人能夠享受佢裏頭一切嘅豐富。可惜人誤用咗神俾人嘅自由意志，選擇咗唔聽從神，違背佢，以致喺罪嘅當中冇辦法靠自己嘅善行自救，反而係喺罪惡嘅深淵當中與神永遠嘅分開。然而神係慈愛嘅，佢唔願意見到我哋喺罪嘅當中滅亡，所以佢要拯救我哋。而方法就係藉着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為我哋還清所有嘅罪債，因此耶穌就成為人同神之間嘅中保，成為我哋可以與神和好，重新返到佢懷抱嘅唯一橋樑。今日只要你承認自己嘅罪，並且憑住信心接受耶穌基督做你嘅救主，你就可以因此白白得着拯救，成為神嘅兒女。